啥物，无再爱你，已经爱这多年。啊，雨水我问你，啥人为爱赌这死？你甲讲我着飞去，阮男着冷冷的雨水，无奈你已经无踀阮身边。不知你伫倒位，敢有将阮放袂记？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啊，雨水我问你，我会当清送啥物？无再爱你，已经爱这多年。啊，雨水我问你，啥人为爱赌世事？你甲讲我着飞离去，阮男着冷冷的雨水。好，做哪文雨水我问你吼，因这是较早歌唱比赛出身的吼，所以你若有兴趣唱歌吼，有兴趣做艺人吼表演，你着爱像这种机会，你着爱去试吼。好，咱继续来读着咱遮写日志吼。1634年10月初1，我直播有看到吼。我煞毋知直播看会到诶。爸比，你敢看会到我直播诶？看会到。看到好 ，OK 1634年10月初1，风悠远像昨昏透北风，快艇 Kukerk 和我这边安怎念？Kukerk 号和Waringen 号，因为港岛年的水伤少，也无法度出港外，因此顶管普特马斯阁下函议会决议，要甲迄两只快艇的大炮甲拆落来吼，抑阁要甲接水上深的 Waringen 号的后面船舱的米甲落来吼，互因会当出港，并且决议对非常恳切要求袂互因一只用客船用以前往柬埔寨的迄寡日本生意人，这是写遮长吼，煞毋知你是读啥？对非常恳切的即寡日本生意人吼，因要求要卖互因一只用客船啊，互因会当去前往柬埔寨吼。阮要经由日本翻译员来甲因讲，阮毋愿意插日本人的事务，因要家己去设法处理，并且决议爱打出告示，禁止任何新仔人出售落皮去互公司以外的人。若是有日本的用客船摕皇帝通行证前来，阮将暂时当作无看见。而对迄寡新仔人，将看情形来处罚因。要暗仔时透西北风，就是荷兰人无爱甲荷兰人要垄断即个落皮的即个交易，无爱互因直接去卖互日本人。垄断要安怎讲？歹势，我找一下垄断。
拢一寡无介正式的书店有收啦吼。两段或者是规碗旁古剑，古剑佫会使吼。规碗旁当然是较白话讲法吼，两段啦吼，两段这是应该是白，讲出白吼，我查一下含义点。两吼，拢会使，但是两段吼有两段，含义点有收两段吼。好，为啥物讲到两段？就是荷兰人进前10个吹者讲嘛，无稳准希腊人甲落坡卖互日本人。为啥物是希腊人卖落坡互日本人？落坡是拢是原住民去拍拉拍的吼，但是为啥物是希腊人？你卖落坡？这你小可知就好啦吼，就是迄当阵即个边牧族的即个番社吼，因是即个税金是荷兰人收即个番社的税金，伊是透过伊是甲即个叫做白社啦吼，白社就是讲甲即个社的即个税金的收税金的即个权利，甲摕出来拍卖吼。比如讲即个社一年算收10000块好啦吼，摕出来拍卖，看啥出钱上应该是上侪人得着去标嘛吼，得着标的人一般是希腊人来标这啦吼。比如讲一年，伊讲我会当甲你收10000安尼吼，看啥标上悬嘛吼。即寡希腊人就透过去收落坡嘛，就是你要纳即个税金嘛，会着去收落坡嘛。落坡才交互迄个荷兰人安尼，才无详细情形我无介清楚啦。你就是叫做白社用迄种方式你处理对吼，就是荷兰人伊无直接甲迄个原住民希腊雅因收税金啦，拢拨出去吼。所以即个北字就是安尼来吼。恁可能较毋捌听到北字，阮较早伫咧庄口做田吼，定定讲你田拨互别人做，就是出租去互别人做的意思吼。所以伫阮庄口讲田租互别人租去做，阮袂用租即个字，拢用北字吼。即个白社就是荷兰人时代留落来即个北字。即个北字毋是台语，嘛毋是华语，即个北字是荷兰语吼。有兴趣就再甲你去查吼。以后应该有机会当看着吼，看着时阵再来看吼。即摆你大约较知影就好吼。所以我所知影荷兰时代留落来伫阮庄骹所在就是即字尔，其他拢无啥印象吼。好，10月初2透北方。库克加号吼出港咯，但是威廉根号觉察着水位小可降低，所以游园是停泊落来吼，再伤重。10月3日透早吹起真好的东北风，就是透早透东北风啦，真好。真妥当啦吼，真好利用啦。威廉根号嘛出港咯，俄罗上帝吼。中岛快艇 Blazewick 号和库克加号用帆启程。威廉根号因为要装载所落来的米甲其他物件，所以到暗时才会当用帆启程吼。就是伊驶去较水较深的所在嘛，才阁用细只船甲要载走的米甲其他物件，再阁用细只船载去遐，甲夹起安尼吼。
好，贴落船啦吼。这是较早的讲法啦吼，落船起山啦吼，因为船较低。啊，即嘛讲落船，你变下船，那是你是登陆嘛吼，是我颠倒过来，所以有时我原来顿点一下讲，毋知要安怎讲吼。但是伊就记咧讲是落船起山，起山就是落船就是on board 吼，起山离开船啦吼。到暗时才会当用篷启程吼，前往片湖，要去送货互布埃伦号吼，运往巴达维亚，然后迄寡快艇，经过清洗了后，要前往各自的目的地去顺约。10月初4。有一只小只容客船吼，对下门来，载有米甲烧麦。报告讲，伫咧芒港附近看见过2只阮的快艇，伫咧北边的沙洲区下面有看见一只阮的快艇。又搁讲，韩万甲3个得到通行证的生意人被海盗调去。原因是海顶的海盗和泉州的海盗意见分歧吼，每一个拢想要征收运来台湾的货物税吼，或者是至少要因各缴纳一半。泉州的海盗讲，因为通行证是因发行的，而漳州的海盗是讲，因为迄寡容客船大部分拢伫因遐咧出入港嘛吼，代志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今仔日透北风，10月5日，有一只小容客船对希那来，载有差不多60到70担的丝、一批糖甲其他的物件。报告讲，海贼老乡得到广东金门的渔客，带着伊的容客船大细差不多60、70只去停留伫个叫做 M Town 的一个所在 ，M Town 暗头啦哈，我嘛毋知这是啥物所在。无注脚所以我毋知哈。其他的容客船是安全停泊伫个坑头内底，坑头可能是伫个广东省，这下底注脚写，可能是伫个广东省海丰甲陆丰一带的沿海。这海丰、陆丰吼，我小学时阵就知影吼，因为阮伫边有客人嘛，吼啊，阮庄头一寡客人岛，阮的庄头其实是河洛庄啦吼，歹势阮拢讲河洛吼，啊，我知影有人听河洛无介欢喜哦。阮迄个庄头内底就有一寡客人岛吼。啊，因讲的腔口，我是读小学时阵含同窗的，含因同窗嘛吼，就讲因讲的是海陆腔，海陆腔就是海丰、陆丰即种客人腔吼。另外，伫台湾上接听着2种哈，一种是海陆腔，一种是叫做啥四管啊四管吼，四线腔吼。OK， 所以即马讲到这老乡伊的一寡容客船停伫即个客人遮啦吼，海丰、陆丰即甲位啊，可能是即甲位啊，因为即个地名伊嘛无甲伊确定吼，叫做竿头，停伫遐。上述即2个所在是伫个南澳和广州中间的即个沿岸，关系着阮去互活掠去的荷兰人。
因拢无消息通甲阮讲，确实的情形还阁有待时间分晓。这着顶回含一竿箭煞了后去用活咧啊迄阵吼。今仔日3只细只容客船出航，一只载着迄寡快艇所装袂入去的29箱糖甲几个荷兰人去骗乌，另外2只前往希腊透北方好天。10月6日，由原是北方，有2只细只容客船对厦门来，载有米甲盐。迄寡头领阮报告讲，漳州的海盗含泉州的海盗又各自发3张通行证来含阮交易，因此现在会当来含阮交易的，毋是3只容客船，是6只。又搁讲含万 Jackson 含即个JoJo 伫个6、7天内就会过来。愿上帝互即寡代志会当诚做真实的吼。必能公司会当对现在已经有好的开始的即个贸易，去担着所期待的效果。就是愿上帝互即寡代志会当变做真诶啦。吼，即马已经公司有开始即个做生意已经开始有好诶即个开始啊吼。希望会当继续担着好诶结果吼。10月8日，透北方有4只容客船出航前往希腊。阮对牧师 Junius 得识吼，对 Junius JUNIOUS 迄款吼 ，Robert Junius 吼。阮对即个牧师遐知影讲，新港含烧人的人，含人远的其他的人去对 Takarian 的人决斗。新港人、小个人含南远的其他人，南远是打教迄边哦，去对 Takarian 的人决斗。Takarian 伊有字口，我看是啥物所在。Takarian 伫咧高雄县东平，伫咧台南市东南，差不多12到13英里啊吼，嘛毋是英里，伊写者，反正就12到13里的所在吼。根据杨新富的研究 ，Takarian 就是达加利用社，又个名叫做高卡桶，就是今仔日叫做九曲堂、九曲堂吼。哦，即个名我自细汉就知，毋是细汉啦，差不多就对啦，差不多做囡仔迄阵就知啊吼。九曲堂，等下就讲为虾米？伊即只是伫个高雄县大树乡的九曲堂，我毋知影在地人安怎讲啦，九曲堂吼，九曲堂还是九曲堂吼。即个名为虾米？我细汉就知，因为较早吼，即个台湾的铁骑路吼，北是对鸡人去开始，啊上南到九曲堂，到即个站。我是毋是记毋着？伊当时伫大树乡啊。若毋是最后一站嘛，是就是因为伫咧即个南部遮吼，上尾几站啦。若无毋是最后一站嘛，是上尾几站，所以定看着说。当然是看，譬如讲看火车时刻表啥吼，会注意着。所以即个地名我足细汉的时阵就知影，但是我毋捌去过吼。我查一个。遐敢若有一个兵营啦，因为我较早做兵的时阵，伫咧即个
基地捌听过有人讲，因是伫咧球曲洞遐，有球曲洞一个火车站。即嘛因为即个火车已经台湾已经规拢接起来嘛，所以即嘛我毋知恁若去现即个时刻表，是毋是最后一站阁是去球曲洞吼？我毋知。好，反正即个所在是安。所以无可能是球曲洞，球曲洞搁落是屏东嘛吼，所以应该有到屏东才对吼。咱可能是买2站的款吼。好，咱搁转来日志遮吼，讲牧师讲，甲因讲报讲，新港人、小人吼，伫咧台南遮的吼，要去含即个屏东遐即个球曲洞遐的人决斗，新港的人丧失了4个头，哇！新港人失去4粒头壳啦，就是去用4个人去用扑头，去用头壳去用扑去吼。包括着加马苏瑞，伊是一个最主要的改信基督教的基督徒，因此，互新港的人感觉真大失败甲伤心吼。是其中即个人头壳去用扑掉吼，叫做加马苏瑞，已经改信基督教吼。好，过来是10月9日，道龙侧北方有一只细只容克船载着行李人挪龟前往厦门，即个名地斗看着吼。10月10日，游园是透北方，下晡平地船我梦号对平湖抵达此地，来到台湾遮停泊啦。报告讲，大船布埃润号已经伫咧昨昏出航，指挥官布鲁因将要伫咧今仔日率领伊的迄寡快艇出航，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抵达目的地。因是要去倒？要日本还是要去巴达维亚？并且，互迄寡去顺翼的快艇顺利来拍赢阮的敌人。10月12日，无特别的事，有西风。今仔日，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函议会决议，要甲平地船菲斯都嫩号留到本个月20号。希望伫即个期间航班会来，航班已经讲几啊遍啦，讲几啊工啊，讲要来，讲到即嘛吼，已经讲几啊礼拜吼。今仔日无用伫对平地船我梦号来落运来即个查啦吼。10月13日。有一只容克船对安海来，载有差不多65担的死，并且对伊的船的头领来知影讲，JoJo 和 Jackson 的容克船明仔载会来到即个所在，来到台湾啦。但是要载啥物货物来，因毋知影。航班的容克船停伫咧水头是啥物所在？无写，2-3天内就要前来此地，但是伊本人袂斗阵来吼。10月14，无值得记载的事，发现运来的丝质料真粗，今仔日透强烈的北风。10月16日，毋是，对，16日，10月15、16无好的天气，落雨天，风向多变。18日，风向悠然多变，因为港岛年大影翻滚，
所以细只船袂当出港去落迄只平底船窝网河顶头的即个茶娘。今仔日抑搁你无用收尾死。19日，透东风，下晡透强烈的北风，互迄两只对平底船窝网河运载茶娘要茶啦吼，要入来即个细只船，有一只伫咧即个城堡南边差不多1海里半的所在去弄着岸边，所以去含即个掉伫咧土里。10月20日，有3只洋客船出航前往西那，有2只前往芒港。早起东风，要暗下透南风。10月21日，袂小的北风，今仔日写到落长哦。好，来看嘛，21日，袂细的即个北风。下晡有2只洋客船对西那来商馆头前来停泊，其中一只属伫含万，载有160担死，另外一只是载有粗肥。即寡船的头领来向阮报告，漳州甲泉州的海盗之间关系到征收税金的争执已经平息吼。这税金是要运来取缔货物对。就是要载来台湾的货物爱抽税啦，因要抽税吼。军门不但已经批准海盗发行的迄3张通行证，还阁另外加添一张。这一张现在用伫伊家己的官函含签字发行的，互所有的生意人拢会当自由来用上述的洋客船来台湾。含荷兰人交易，当然是伫咧纳税了后啦吼，就会当来台湾含荷兰人交易。就如同含前往所有其他地方交易相款吼。少少含接信的洋客船会伫咧明仔载上慢伫咧后日就会来取缔来台湾。另外，还阁有2只对泉州装载丰富的洋客船，也会伫咧最近要前来台湾。上述的洋客船已经出航3-4遍，要来取缔，但是每一遍都因为迄个恶劣的天气又阁回航。老乡已经去安头停泊的消息，被因所怀疑。这因是啥物人？就是这是啥物？因是啥物人？毋知吼。因嘛讲，这因是应该是讲迄寡洋客船对一寡一般是拢安尼讲嘛，一寡船啊来，洋客船啊来，就报告啥吼，应该就是因吼。因讲伊的势力袂超过25到30只洋客船，其他的船大部分的人拢希望讲，拢已经含伊的几个主将同齐去互北方所拍沉去吼，大家拢安尼希望吼。因为进前伊的主将就是去互方太拍一个沉去吼。若是讲到被活掠的迄寡荷兰人的情形，因就毋知。只敢若知影讲有2个伫东山去互杀死吼，因为甲海贼同齐即个同齐起山要去抢物件的时阵去互杀死。确实如何，还阁有待时间分析。对于即个上述的头领遐，又阁得悉，又阁知影讲海贼老乡抢到一只要前往日本装载非常富裕的葡萄牙大篷船，互另外4只，所以另外4只惊一煞毋敢出航吼。因总共有5只大篷船要去日本吼。
因为海贼老乡盘踞伫咧遐附近，因此根据迄寡生仔人的讲法，以及生理人韩漫的内批，葡萄牙人已经取消因的航行，今年袂派大船去日本咯。安尼显然会互公司的航母伫咧日本得到非常好的市场。就是葡萄牙人无去日本，所以迄个无人竞争啦，无竞争到绩效较好。对韩漫写互长官阁下的内批，知影讲，阮去用活掠规伫咧福州的荷兰人，佫经过5个月，就要去用送去皇帝遐，愿上帝会当甲即个情形变好。安尼就无啥物希望去互投放，去互释放，就是阮去互活掠迄人，人可能无法度通去互释放，因为所有的外国人，无论是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暹罗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因为战争里被活掠的，拢爱送去北方皇帝遐，必须爱留踮遐。根据因的讲法，伫咧遐因会被精神里有体面来安排对待，确实的情况如何，还阁有待时间分晓。即个代志一向如此，阮嘛确信讲，即寡被活掠的人会遭遇到和指挥官 Christian France 和伊的部下共款的遭遇。即应该真正有读过，讲即个人去互其他人杀死吼。下对注脚是安尼写，讲即个 Creation France 伫咧1623年11月，伫咧厦门去互活掠了后，伫咧北京去互处死吼。所以荷兰人无相信讲去因互活掠去的送到北方的去互啥物偌好对待，因无相信吼。不过也是求上帝，互因会当得到更较好的结果，互因到时阵拢会当前往因所欢喜去的所在。韩漫伫咧伊的内批呢，显然是要强调讲，只要取得军门允准自由交易的许可书，阮就应该满意咯，并且表示讲，伫咧申请即个许可书的时阵，答复个军门，只要会当进行交易，阮就满意。因此看起来，生仔的人并无决定要和阮缔定坚定的同盟关系，或者是任何的即个契约关系。你是只敢若允准阮交易尔，就敢若允准马尼拉和归人以及所有其他所在的西班牙人交易安尼。伊伫伊的批呢嘛咧嫌讲，一贯的心白亲信，你排挤要安怎讲？可袂晓讲，排挤啊吼，伊排挤即个韩漫，含伊抢生理吼，互生理人食心和足足，拢无想要搁去申请通行证吼。通行证拢必须要每3个月换新一遍吼，因为一般的生理人大多拢倾向要坐一般的用客船，因无想要坐因家己的用客船吼，约出一半，啥物意思？利约一半，因为因坐一般的用客船，伫咧时仔就毋免缴纳应该缴的即个税金，但是韩漫最后也是说服迄寡生意人继续来申请通行证。因此呢，伊就请求对迄寡坐因的船来的生意人的号码，爱比坐其他被批准前来的船的生意人的号码，爱用更较好的计数来收买，并且用银来支付。你坐无许可的船，或者是一般的船来的生意人，应该爱用里尔来支付。
特别是因为所有的商品，照伊的讲法，今年拢非常的贵吼。意思因的，恁做一罐的船来，恁的成本就较低啊吼，会当用较低价钱甲因买。此外，即个叫啥？航班犹阁你嫌讲，因为港南的容客船被 Zeeberge 号夺取，去互 Zeeberge 抢去吼，即项代志，伊去互官员含几啊私人责备了真厉害，讲伊拢伫咧讲白贼吼。讲荷兰人拢咧做一寡无公道的代志，啊，毋过现在因已经有明白咯，因为容客船的主要头领，就是转来到希腊了后，拢证实讲，迄是因为错误，而且是为着长官所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所发生的吼。迄寡头领是啥？是被戴克先生带来此地以后。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含议会互因早因的好物离开的吼，即寡头领，因转到希腊了后，因就证实讲，迄是因为错误，而且是因为长官所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才发生吼。迄当阵即场骚动吼，骚动就安怎翻，才平息落去。伊请求讲，将来毋通对任何诶容客船佮发生即种错误吼，就是毋通佮去人抢啦吼，因为安尼即间会引起愤怒，以及配赏，就是对贸易的配赏吼。总督阁下写互一贯迄张批，伊已经公然交去互福州省的福州应该是福建省。福州省的最大的官吏以及一官吼，即个管理的理我是阁袂记啊。查一下，官吏吼拢会使，官吏。啊，拄则有一个几啊词实在是袂晓讲，骚动，台语骚动要安怎讲？这应该是找袂着啊，骚动。骚动，哦 ，Embry 有吼 ，Embry 有收哦吼 ，Marino 嘛有收，咱来看觅。骚动，花滚是 be in an uproar, be noisy， 另外是乱滚。骚动 ，an uproar， 骚动，就直接空字背就对啦。骚动 ，Marino 嘛是骚动吼。好，骚动，脑洞。另外一个词是啥？排挤。哦，排挤，嘿，排挤。我有出。你有查着吼？要安怎讲？我嘛毋知迄，我毋知安怎读。因为我拢毋知啥物字，我甲迄个罗马尼，甲白话字打出来。我看嘛，叫做排除、烧经，嘿，经就是即个人足经的哦，迄个经就是撑开啦，吼，烧经。哦。嘿，克制吼，烧经就是互相
就是排挤啦，互相挤来挤去的小经嘛吼。克制吼，愧罪吼。你这是对一个词典查到的词？嘛是为这找代志内底。找代志吼。我收。OK。看在遮，好。小经吼。我讲嘛，伫遮讲一寡亲戚，克制、小经、排除、愧罪。我查者，看一下有迄个例词通用无？哇，这应该是无法度，这山顶词典语台语这拢要测例词，可能无法度。好，咱搁转来读第4啦吼。一贯的批嘛，毋是一贯迄个韩文的批吼，最后一段吼。总督阁下写互一贯迄张批已经公然交互福州省最大官吏以及一贯咯。安尼会产生啥物结果？有待时间分晓。以后阁请求两张通行证。根据伊讲，是打算要含几个其他的商人共同来派遣一只用客船前往巴达维亚。共款。生意人本地奥克嘛要派遣一只前往巴达维亚。今仔日写足长，但是毋是干那一项代志，几啊项拢写做伙吼。好，咱继续读落。10月25。伫咧即个观察吼，观察并且收尾诗，伫咧观察并且收尾诗吼，即寡诗含较早的肖像，发现大部分拢质料真粗，即几工大部分是透北风好天。10月26，10月最后一工啊吼。边底船菲斯都人号航出港外咯，伫咧上帝同在之下，伫咧上帝伫地情形之下，要伫咧做军，首航前往巴达维亚，只敢若你听候上出的用客船运来，要送转去祖国的好物，希望会当赶着回国的舰队。今仔日有袂少的即个北风。过来伊是接入10月27，我看下10月27为虾物另外？好，相款就是这我嘛毋知为虾物伊用的安尼吼，伊就是伫咧台湾办公室所写的日志条录，对1634年9月27到1635年11月20。好，这应该是伊咧分，毋知我嘛毋知，伊咧即个分挂啦，甲内容做分挂的时阵，甲挂开啦吼。原档是对 FO230开始，但是头前2页是头前的日记的重复，所以甲删除。无特别的事透北风，10月27，搁来10月28。我本来想10月结束啊，结果是搁挂伫咧另外一边。无值得记载的事透北风，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边底船沃曼号今仔日甲茶落来了后要留踮遮，
一直到后一遍决议，或者是讲对日本来批，但是伫咧即个期间要开始增运，已经决定要运去暹罗的主要的粗货，并且决议彼得船惠斯都人号，因为还佫伫挺后2、3只装载丰富的容客船对西那来，留到11月5日议会，并且提议看阮是毋是应该爱派彼得船惠斯都人号前往江南，用来去预告，或者是命令可能去到该处的阮的船只吼。但是因为数种因素，认为无应该派遣，无应该甲即只派去即只彼得船派去江南。好，继续。10月31日，有北方挺后已久的JoJo和Jackson的容客船，该到另外5只容客船抵达咯。再来一批丝，是一个布料、小麦、糖、醋甲油的灰仔，但是因为已经暗，袂当详细报道。今仔日，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含议会，因为新港人的请求，决议讲要派遣60-70个荷兰人去协助新港人对塔加利昂人的即个作战。塔加利昂是啥？拄则讲的是九曲洞嘛吼。因为议会希望，就敢若牧师尤纽斯所讲的，安尼做对主的工作真好，而且会当互即寡新港人和阮来结合起来。好，11个，过来11个，剩10分钟吼。11个1、2、3，初1、初2、初3，无用你收买一批丝、小麦、糖、灰仔以及其他一寡布料，要装去彼得船惠斯都人号。迄寡丝因为发现大部分拢真粗，所以买真少。因为伫咧讲介绍的时阵无法度达成同意。今仔日中话总话啦吼，准则即个话我是读对啊毋对？是应该是话吧。哦，位中位吼，位还是运吼，运动的运啊，运动就是运动啦吼，运动的运就是会当写即个运字吼。啊，另外就是中位吼，但是伊无即个官名即个解说伫内底，位就是静静平等安慰友好。啊，这为虾米会摕来做官名呢？今仔日中尉遵照上个顶个月31日的决议，顺领差不多70个士兵出发前往辽港。哪会去走去辽港？原万宁的对，辽港是伫咧南边嘛吼。原万宁的上帝赐予因胜利，互伫主的工课，因为因厝伫咧新港会当搁较发展起来，就敢若牧师所期待，并且伫咧即寡顽强的人民当中来扩展起来。11月4日，在中尉以及迄阵士兵出航的迄只容客船吼，昨昏出航的迄只容客船，舰内商管的头前报告讲，我方的人已经伫咧昨昏暗啊，已经伫咧辽港起山了吼。今仔日彼得船惠斯都人号载着总价达77423毫吨的货物，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抵达目的地。今仔日有北方11月5日，
有2只细只用客船出航前往遥港，要去载阮的士兵。今仔日好天，有北风。11月6日，中尉率领迄阵士兵胜利转来台湾，报告讲，昨昏要到的时阵，伫咧南屏倒山、南边桌山吼，啥物所在 ？Detafel。当时的倒山就是大暗山吼，大暗山，因为该山顶平坦，若敢若暗面，若敢若倒面啦吼，所以叫做大暗山。今仔日叫做大公山吼，大公山是大公山，大冈山吼。大冈山就是后来公山嘛吼，所以是读公山、大公山吼。伫咧南边的即个大公山遐吼，伫咧昨昏要到的时阵，伫咧大公山附近含塔加利昂，就是球曲场吼，野蛮人交锋，含因对战吼。估计讲因的人数差不多是150个到200个人，非常悬大吼，强壮的人。因有5个人被阮的士兵来射死吼，用大步枪秘伫咧一座小树林内底，就是阮的士兵炸步枪秘伫咧小树林内底吼，甲因的5个人弹死吼。互新港人和小人人真欢喜，也真满意。因即时按照因的习俗吼，去甲迄寡人的头拢甲扑落来，为着要伫咧转来了后，会当为着安尼来举行盛大的庆典。5方的人嘛真欢喜，来认为讲，迄寡塔加利亚人、球曲党人啦吼，当中。抑阁应该有差不多20-30个人受伤，但是确实的情形不得而知，吼，无法度知影，因为因随时拢逃走啊，吼。今仔日北风好天，好，今仔日记载讲去含即个球曲党的即个原住民去对战的即个消息，吼。咱读即个，若敢若你读迄当阵的新闻纸啦吼，看迄当阵的报纸吼，迄当阵的即个新闻。11月7日、8日吼，北方即2天有4只用客船出航前往西那，2只前往万港，1只前往打狗去掠鱼。11月9日，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阮要伫咧新港继续执行政务，为着要互牧师会当免伫被政务，袂去用讨厌吼，袂去用厌恶。即个政务的工作会由士官叫做 John Barronson 来执行。又搁决议讲要互牧师的当中的其中一个人会当每一个礼拜一遍去伫咧礼拜日的时阵来为着荷兰人讲道吼，并且决议因为伫咧万港烧石好甲掠鱼的西那人，以及伫咧赤坎农地咧种作的即个西那人，遭受着满岛人甲小人真大的即个搅扰吼，所以决定要发准教互因袂去受到妨害来做因的空气。伫咧迄寡准教将用中文附加条文讲，就是要发证明互伊，即个证明内底用中文来写附加条文讲。满岛人或者是小人，若阁来交了西那人，将来必担苦味吼，将来会去
会去担着苦味啦。担着苦味什么意思啊？啥毋知要安怎讲？将来要互恁好看就对啦。就是讲这满大人、少年人爱听话，袂使讲无照即个因规定的代志来做吼。看嘛，11月9日，过来是11月13日。无特别的事，北风好天。11月14日，有2只细只用客船出航前往西那。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国下函议会决议，对去年对坎保迪亚来到台湾的迄只用客船顶的迄寡日本人，因为因的恳求要允准因坐一只西那人的用客船出航前往坎保迪亚。迄只用客船的船主甲37个成员拢已经知影即项代志，不离个要特别甲因讲，将来无提示日本国王的通行证，将不准进搁入来吼。就是将来恁要入来台湾遮，爱有恁家己国王的通行证，无互恁入来。并且决议讲，迄只用客船的船主还阁开动7-8个其他日本人留踮咧台湾里游荡吼。阮甲因讲，请因前往其他所在，若无明年就毋准出航前往日本，也毋准因进行交易。不离个，因若肯离开，伫咧无妨害公司的权益之下，会允准因尽量来交易。今仔日透西北风10点29分，我看11月15。上次用客船载着迄寡日本人出航前往坎保迪亚，还佫有2只因其他的用客船前往西那，但是因为要暗暝时阵风力有一点仔强，所以迄只载日本人的用客船又佫转来港内，伫咧夜间再度出航，继续伊的航程，就是要载因去暹罗吼。今仔日透依然是北风。好，咱今仔日读到11月15吼。看一下芭比的笔记吼，讲伊介意做雅文吼，做雅文我一开始放的歌，我凊彩拣一条歌来放啊，做雅文。哦，对即个马文写即个北字，就是我拄则讲迄个北田吼，就是即个北字是阮较早伫咧庄脚所在讲祖产，互人做，就拢用即个北字吼。啊，即个北字汉字虽然有汉字，但是迄是对荷兰人音译写出来吼，导出来汉字啦。这毋是西那语，毋是台湾话，拢毋是吼，是荷兰语。台北又搁暴雨，当日落大雨。哦，起山就是登陆啦吼。搁来求曲动吼，新港乡旧称本港。本港因为大水切做南港甲北港吼，北港就是即马分成北港。新港社就是17世纪台湾原住民西拉也4大社吼，新港社、社人社、白加里湾社甲麻豆社吼，拢是伫台南。31分哦。我较早工作的范围伫咧台南县，所以我台南县足侪所在我驶车拢有去走过吼。我捌无拄好，嘛毋是讲，就是无意之间吼去驶去看到一个因即个边部做的叫做什么公蟹吼，因的公界吼。就是因的庙啦，哦，佮保持即迄种足原始迄种款吼，迄种型，我足介意诶。所以我后来我定下去，但是我太久啊，所以即摆我嘛毋知伫倒吼。OK，
1634年10月，毋知影是会记载塔加利用决战吼，就是有啊，拄则有讲，但是写无介侪啦吼，敢若写讲某米人4个人塔加用剁掉吼。好，过来拄则讲排挤吼，排挤即个词，骚动吼。排挤个会记哦，即什物烧经，但是我感觉拢无介适用伫咧拄则讲迄种情形之下吼，排除吼，啥物拢无介适用。好，过来是重复派遣中尉吼。大公山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山，迄什么意思？台湾座山应该是伫咧文献记载上早记载一粒山啦吼。高雄即嘛叫做高雄冈山嘛吼，公山即个大公山，公山是地名，大公山是迄粒山的山名，应该是安尼吧。古早粤港的东园吼，是清代以前台湾政治中心、台湾省附近平原上大的山，所以为虾米伫咧文献上早看到就是即粒山。好，荷兰称大公山叫做铁达佛，我嘛袂晓念，我袂念。但是拄则有讲的，就是山顶平坦的山吼，若敢若一只刀啊，若敢若一刀啊嘛，所以就叫做大公山。所以以后你就知影这个名是安怎来吼，大公山。好，荷兰人伫1634年11月3日甲6日的列兰加省日志有记载，咱还未读着啦吼，到时阵读着。大公山，好，到遮。有啊，咱拄则有读着。啊是哦，咱有读着，咱已经读到当时啊。哇，咱已经读到11月15日啦，吼，歹势，安对，就是拄则读着咯。啊，拄则讲迄个，我最后这一句，毋知是毋是四拍拄则迄个，就讲会诚苦嘛？拄则讲，啊，就是酸酸的说那个以后会吃苦头，是毋是会使用这句？大痛就会大痛，我毋知。这看起来这毋是介好的讲法啦。就酸酸的，但拄则日记毋是迄个意思。我意思就是讲，这语句好像也是酸酸的。看起来无介正经啦吼，这是其实是有迄种色情意味吼，有迄种性的即个意味的即种讲法啦。大痛就会大痛，好，歹势，这无适合伫咧正经场合讲啦吼，袂使安尼讲。好，咱今仔日到遮吼，关房。明仔载拜二，明仔载我袂当爱后日吼，咱后日再继续来读。好，安尼感谢各位，关房。多谢大家。